来是婚林区议会是来举办乌鱼文化季，除了促销在地乌鱼子，嘛开道开200道，要互大家来食到上潮时、上在地乌鱼料理。总部赛下早就开始处理乌鱼，替中代乌鱼料理做准备。婚林区议会已经第16年来举办乌鱼文化季活动，现场内当买到青菜乌鱼，嘛乌鱼子制作过程，互大家看。咱今年已经第16年举办咱的乌鱼节的迄个文化活动。乌鱼会当讲是规尾拢是宝，除了乌鱼子、乌鱼肩、乌鱼标，嘛是高贵食材。乌鱼的肉摕来煮火锅含麻油酒，更加甘甜。婚林区议会嘛讲，乌鱼子内底油脂对咱人的体内健康是真有帮助的。这乌鱼因讲规身躯拢补啦吼，因为伊的鱼肉会当食嘛，乌鱼标，全部拢是胶原蛋白啊。乌鱼子的产季差不多伫咧过年进前，欢迎民众会当把握时间来到产地旅游，兼买在地特产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